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平安。虽然疫情的关系，我们都闷坏了，但是主是我们的力量，主是我们的盼望。我们要因此常常喜乐。我们一起来常常喜乐，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常常喜乐，向主高歌，无论环境如何，高山或低谷，主都看顾，相信就能蒙福。常常祷告，耐心等候，主做事有定时。流泪撒种必欢呼收割，相信就有喜乐。下垂的手再一次举起来，封闭的心再一次敞开，抛开一切忧虑，放下一切重担，来到主的面前，我喜乐满怀。冰冷的心被主爱来温暖，干渴的灵被主爱充满。主是我的力量，主是我的高台，是因有故一路有耶稣陪伴，他永不离开。各位弟兄姐妹，邀请你现在从座位上站起来，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一起用喜乐的心来赞美他。哈利路亚！阿们。常常喜乐，向主高歌，无论环境如何，高山或低谷，主都看顾，相信就能蒙福。我们要常常祷告，常常祷告，耐心等候，主做事有定时。流泪撒种必欢呼收割，相信就有喜乐。下垂的手再一次举起来，封闭的心再一次敞开，抛开一切忧虑，放下一切重担，来到主的面前，我喜乐满怀。冰冷的心被主爱来温暖，干渴的灵被主爱充满。主是我的力量，主是我的高台，死因有故一路有耶稣陪伴，他永不离。再次下垂的手，下垂的手再一次举起来，封闭的心再一次敞开，抛开一切忧虑，放下一切重担，来到主的面前，我喜乐满怀。冰冷的心被主爱来温暖，干渴的灵被主爱充满。主是我的力量，主是我的高台，死因有故一路有耶稣陪伴，他永不离。让我们一起举起手来赞美我们的神。下垂的手再一次举起来，封闭的心再一次敞开，抛开一切忧虑，放下一切重担，来到主的面前，我喜乐满怀。冰冷的心被主爱来温暖，干渴的灵被主爱充满。请大声地唱，主是我的力量，主是我的高台，死因有故一路有耶稣陪伴，他永不再次。主是我的力量，主是我的高台，主是我的力量，主是我的高台，死因有故一路有耶稣陪伴，他永不离开。哈利路亚！我在因为主常常喜乐。各位弟兄姐妹，你喜乐吗？阿们。阿们。我们要赞美我们的神。哈利路亚！阿们。阿们。主是蛮有能力的主，他是赐我们盼望、赐我们力量的神。阿们吗？阿们。阿们。让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赞美这位蛮有能力的神。哈利路亚！阿们。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有主在我里面。一起来宣告，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
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让我们一起拍手赞美我们的神。那再赞美他，我们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生命的泉源，在耶稣基督里。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有主在我里面活着。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能战胜仇敌。有主在我里面，再次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能战胜仇敌。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能战胜仇敌。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还得胜有余。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再次起来大声的宣告。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哈利路亚！让我们用我们最大掌声将一切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神，献给那满有能力的神。哈利路亚！当我不明白的时候，我选择相信，相信上帝依然爱我，哪怕是长夜没有尽头，他会陪我度过。完全不知所措，我还是相信上帝依然爱我，他的爱是我坚强的理由，给我勇气面对明天。勇敢地走，每一天好好地过，因为上帝爱我，他会陪着我走在冰冷的夜空，还有星星告诉我，他就在这里看顾着我。耶稣啊，因你的名，耶稣，我们要每一天好好的过，每一天好好的走，因为都有你在这个地方陪着我，我们不需要惧怕，不需要害怕。感谢你时常与我们同在，感谢你，我们要祷告奉圣名祈求，阿们。当我不明白的时候，我
我选择相信，相信上帝依然爱我，哪怕是长夜没有尽头，他会陪我度过。当我不知所措的时候，当我完全不知所措，我还是相信，相信上帝依然爱我。他的爱是我坚强的理由，给我勇气面对明天。每一步勇敢地走，每一天好好地过，因为上帝爱我，他会陪着我走，在冰冷的夜空，他有信心告诉我，他就在这里看顾着我。每一步勇敢地走，每一天好好地过，因为上帝爱我，他会陪着我走，在冰冷的夜空，他有信心告诉我，他就在这里看顾着我。走出了忧郁阴暗的角落，在他的爱里，我用信心等候。每一步勇敢地走，每一天好好地过，因为上帝爱我，他会陪着我走，在冰冷的夜空，他有信心告诉我，他就在这里看顾着我。一直看顾着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以马内利的主，你应允必与我们同在，不管我们是在高山或低谷，不管我们是在白天或长长的深夜里，或许我们现在正陷在那泥沼、罪恶、黑暗中，但是主，你应许你必与我们同在。我们现在不明白，但是主，你让我们相信，因为你是信实的主。主啊，你说到就做到。主，不是我们一个人孤单，一个人在那边过苦日子，我们不是一个人挨在那个地方，被人欺负，被人践踏，在那绝望中哀嚎。是主，你与我们同在，你与我们一起承受这一切，因为你早在十字架上，你就已经承受比我们所承受的更加的被伤害、被背叛，甚至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因为你要凡是相信你的，都可以跟你同死、同复活。谢谢主，你让我们在那长长的黑夜里，或许就是现在，但是主，我们有一个盼望，我们有一个相信，就是主，你必带领我们走过黑夜，带领我们走过这长长的黑暗中，我们迎向那主因着你而来的盼望，以及因着你而来的喜乐。谢谢主给我们这样的应许，主也给我们这样的力量，也陪伴我们，使我们可以好好过日子。谢谢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弟兄姐妹，请坐。我们要一起来关心我们的教会教会的消息，请来看我们的电子的周报，或者是我们来看我们下面的所报告的事情。我们目前还是在疫情的3级警戒到7月26所以教会我们仍然是用线上聚会的方式，那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赐福。我们也期待很快我们大家都可以真实来见面，即便不是在真实里见面，现在我们在线上，我们仍然能够零距离，不是吗？因为我们有这一位圣灵把我们连接在一起。好，我们的聚会的内容，我想大家都不陌生就是到这个不管是主日就是在周六在华语的是在礼拜天10点半。那么我们看我们的幼儿，我们是在早上主日10点周三的祷告会是在星期三的晚上8点那我们领袖小组是在礼拜2的晚上，各小组的时间我们各小组会来决定。那我们松大也有这个每个礼拜3早上10点半都会有一个讲座那关怀据点我们正在期待期待大家都打完疫苗以后，那我们申请过以后，我想我们就会开始等政府的宣布好，那我们呢也来关心我们的教会所以如果你真的是需要进入到教会，那么请我们一定要来这个实名制QR code 扫一下，让大家都能够安心如果需要匡列或有什么事情联络，我们大家都可以知道那我们日子还是要过因为这个父亲节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每一个人都是因着我们有父亲才有今天的我们好不好？我们来响应这个活动这个神还原如果你曾经有过这个照片跟爸爸的照片，那现在你也长大了爸爸也长大了那可不可以让同样的场景、同样的姿势来照张相？但是呢，应验牧师就有一点淡淡的忧愁了就是我的爸爸其实不在了，那怎么办？我想在线上还是有人可能跟我一样但是应验牧师相信你有创意你知道怎么样来表现那个神还原我也希望我可以来参加，因为我不是号称18岁吗好，那我们来看我们的小会要因着这个疫情的关系，我们原来的时间要延后到7月31那圣礼点在8月1号，当然这前提还是我们这个解除警戒为原则那我们的长子会也是在8月1号。目前呢，我们呢持续来关心，那教会一样用因应线上，因为神很奇妙的这一次因为疫情把我们都强迫的升级应验牧师本来不太会用手机的现在变成非常厉害了这个讲得很不好意思也不是非常厉害，就是会用一点点啦我这个夏令营的时间，我竟然同时有上过3种课。我只有2个耳朵所以我有1个耳朵里面是听有2种的声音好，所以我们一起我们也期待我们可以真实实体来见面。那我们也要关心教会如果我们要回应神的这个感恩的行动，我们要奉献怎么办？我想很多人心里都很急甚至晚上还睡不着，说我没有奉献怎么办那我想教会有很多线上奉献的这个机制不管是你用汇款的，或者是用这个划拨的那甚至我们将来我们会有这个扫描的那我想我们用各式各样的方式，上帝现在正帮我们把这些线都搭起来。但是没关系，或者是你先用一个小信封你像应验牧师把这个放在我们的奉献袋里，那你也可以分别为圣，就放在你一个抽屉里面。如果你真的不方便去汇款，这个没有问题，因为你已经把它分别献给神那你可以等实体可以见面，或者是有时候你从这边路过就可以叫到教会来，或者是如果你汇款，就请你一定要通知我们的会计然后再来我们的家亲IG 很精彩的周日这个晚上倩说晚安，一定要来听我们的倩儿，听说叫倩儿倩儿我们的世倩牧师这个讲故事让我们这个礼拜
一重新上班的时候可以重新得力哈。礼拜四加供来加供哈，不是出来供了哈，没有要打架的意思，没有要吵架的意思。但是呢，这是大家都喜欢的话题哈。那我们礼拜四的晚上9点哈，我们就可以上 IG， 我们一起来跟年轻人来连结哈。那个厨艺哈，这个更是厉害了哈。音乐牧师有参加了，哇，真的是我输个甜甜了哈。好厉害哦！竟然做那个澎湖的什么黑糖糕哈，哇！我光看我就这个崇拜到这个敬佩到这个不知道怎么说了哈。所以亲爱的大家，请这个礼拜哈，下个礼拜哦，我们还有听说这一次是要用卷的寿司哈，哇，这个很厉害的哈，一定要赶快来报，而且听说已经快满额，搞不好已经满额了，但没关系，试试看哈。如果万一你满额，你就来找音乐牧师哈，那个我们一起看啦哈。好，来，但是报名最重要啦，好不好哈？那我们拿出来扫一下好吗？扫一下 QR code 哈，这个厨艺很厉害的竟然年轻人这么厉害哈。好，来，那我们来看我们品格营这个阿盖贝斯第2期，我们刚刚第1期、第2期就这样过了耶，哇，好快哦！那个第1天的时候我还想说哇，20天是不要他鬼哈，但是一眨眼竟然说20天就过了哈，所以我们下礼拜一要开始第2期哈，有最后这10天。那么我们这个儿童品格营是要跟教会来连结，所以在下个礼拜天，我们有对这些孩子有连接这个同学会的时间哈所以请大家跟教会的线上来连接，长辈也不用担心哦哈。现在长辈竟然很厉害，他们还会用 Google Meet 啊。那我们的洪英正老师真的很惊讶，他说我们的长辈这么厉害，所以他要来瞧一瞧哈。所以亲爱大家，如果你不是长辈也没关系哈，你可以带你家的长辈。还有，如果你是年轻人，你应该要来听听洪英正老师怎么演讲。他的演讲术真的是很厉害，好吗？QR code 一样来扫一下哈。好，哇，这年轻人的失控是最好的安排。这其实在讲今天的经文哈。今天的经文也是这个在失控的这个即将有失控的一个世代但是这有神很好的安排，所以这个时间8月6号，我们把它这个预定下来哦，来扫一下，来这个报名一定要报名那我们要请这个非常厉害的杨佑任他是宣教师旧鞋很旧的鞋竟然可以救人的命我们想象得到吗？我们一个人可能好几双鞋，可是在非洲的人他们没有很多鞋，甚至没有鞋，所以他就兴起了一个运动，把你不用的很旧的鞋拿来给他们，竟然可以救他们的命，因为他们没有鞋，所以他们有感染很多的这个病菌我们就来听听他们怎么样透过这个运动来兴起两地甚至全世界很多的人，年轻人，我们一起来行一件美好的事情，这是神要我们去做，因为我们都是互为肢体好，那我们就来看今天的经文哦。好，今天的经文我们记载在耶利米书1章3节到 A， 预备好我们就一起来读哦。来，请。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统治犹大国期间，上主又向耶利米说话，那时以后上主常常向他说话。耶利米书1章3节的 A 好，我们再一次好吗？好，来，请。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统治犹大国期间，上主又向耶利米说话，那时以后上主常常向他说话。耶利米书1章3节 A。好，我们要来献上我们的对神的感恩来，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歌。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上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献上
起立。软弱这一的刚强，贫穷这一成富足，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不停软弱这一的刚强，贫穷这一成富足，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感恩，感恩，感恩。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在这一周能够平安的度过，能够在周六的时候，也能够在周日华语的时候，将这个时间分别为圣，来到你面前。主啊，谢谢你赐给我们这个礼拜，这个聚会，使我们能够有这个时间来到你面前充电，来到你面前聆听你的话语。主啊，求你看顾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都能够好的吸收、好的感受、好的感动。此时我们也献上我们的时间、金钱，为你圣工所用，求你悦纳。孩子们，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阿们。好，我们一起来看我们今天的经文，记载在耶利米书1章1到10节。今天的经文我们记载在耶利米书1章1到10节。如果我们预备好了，我们就一起来读，请。便雅悯地亚拿图城的祭司中，希勒家的儿子耶利米的话记在下面。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13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从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在位的时候，直到犹大国约西亚的儿子西底家在位的末年，就是11年5月间，耶路撒冷人被掳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也常临到耶利米。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我就说：主耶和华，我不知怎么说，因为我是年幼的。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对我说：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亲爱弟兄姐妹，这一段的经文我们看到，耶利米在第1章开始，也就是我们即将接下来的在家会主或者是迦南之声，我们就要进入耶利米书。而耶利米是一个怎么样的人？那个时代是一个怎么样的时代呢？就像这个封面一样，也像我们现在一样，呼召他的主要他去宣讲一件事情，就是黑夜将到，而且这个黑夜非常长，非常惨。这个原因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人得罪了神，人在那黑暗中。那么在这漫长的黑夜里去宣讲这种坏消息，就像是应验牧师现在如果说下一个礼拜26号不会解封，我们仍然要到9月甚至到明年，那么我们可以感受那个
那种张力吗？我们进入那黑暗期吗？不止这样，耶利米听说是一个悲惨的先知，但音乐牧师要说他是温柔，他是爱的先知，因为他要宣告在那黑夜的尽头有一点点光，一闪一闪的光，正呼召着我们往这个光来前进。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主，谢谢你呼召爱的先知，虽然有人说他是爱哭的先知，因为他有怜悯的心。主啊，我们听到这么不好的消息，那个长夜将来，这个残酷很惨的时代将到，黑暗的世代、最坏的世代将到的时候，我们心真的快乐不起来。但是因着主你的话语是带来盼望，使我们是可以因你而喜乐，因为以神为乐的主啊，我们每一天都可以喜乐起来。求神你帮助我们开始来读耶利米的时候，主啊，你不是只有向耶利米说话，你也为我们，你也向我们每一位今天有耳听见的主啊，让我们听了你的话，照这样去实行，使我们的生命是可以以神为乐。谢谢主，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知道，在这段疫情，大概在5月母亲节之后有一个这样的消息这个宜兰电子这个油艺厂分别有2位的员工去了这看了一个医生。这么巧，正好这个医生呢，郭恩月医生，他值班，他就觉得很奇怪，怎么会同样一个地方，不同的人来看的诊，却有相同的症状？于是他很尽他所有的，尽他的工作应该要注意的。后来他发现这2个竟然是确诊，呈现阳性，就是他们是 COVID-19 的确诊。于是他就开始喊出这个疫情可能要大爆发咯，所以他报出去。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到今天，我们开始一步一步的走向越来越黑暗。我们好像就进入说，哇，这个疫情来，我们就被匡列，甚至曾经有一度有人喊说，我们是不是应该到4级的警戒呢？这个人，这个医生郭恩月，她是一个牧师的女儿，所以她后来得到这个一个奖，因为你如果发现了有确诊的这个医生，你可以得到一个奖，所以有人说他是小兵立大功。他就说，我只是上帝的器皿，我尽我自己所做的而已。我是上帝的器皿，我想我们都是上帝的器皿。我们如果尽神所给我们的职分、职位，我们尽力去做，我们也一样是可以成为光吗？我们一样可以在这世代有所影响吗？神如果叫我们、呼叫我们，说起来，去，你去宣扬我要你说的坏消息来了，漫长夜即将到，我们敢吗？我们会怕吗？耶利米今天的经文就是他被这一位呼召他的耶和华叫醒、叫来、呼召来，去宣讲这个国家即将毁灭，而且日子还很久，会被抓走到几年以后。不要反抗，甚至就被抓走吧。这是什么消息呀？耶利米敢吗？耶利米怕吗？他怕，他不是怕黑，或许也说是吧，因为在黑暗里，你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如果我们今天开始来看耶利米，就知道耶利米已经进入，他开始讲这个坏消息以后，他已经进入到这个很恐怖的时期。也是在那个时期，犹大国南国已经进入到快要被毁灭，整个国家被毁灭，甚至耶路撒冷被毁坏。
讲了这个坏消息是有盼望的吗？有，因为会有指向在长夜之后会有个弥赛亚成为我们的拯救。耶利米他认识到上帝对那时代的黑暗的来临，他呼喊，他起来喊叫，起来吧，回转归向神，即便已经到这个地步，仍然有救。只要人知道那个发光的光源在于神，只要我们愿意跟神一起来同工，我们仍然有盼望的。神要用我，也要用你，因为今天耶利米对你我来说话。华入黑化，而人不知道。黑化，我想年轻人知道这个词。我们什么时候被黑掉，我们都不知道。这就像是耶利米那个时代一样。而在人不知字的时候，其实他有他的背景。耶利米的家庭背景是这样。我们如果看到列王记那边就知道，所罗门好不容易拿到了他的王权之后，他就来算账喽，秋后算账。所以他就对那时候的亚比亚他祭司就说，亚比亚他其实从今天经文，我们其实大概可以知道，他其实是耶利米的算是祖先，他的前几代。所以原来他是祭司的家庭，但是呢，在所罗门的时候，他拿到王位的时候，他就一一清算，他直接就叫他的耶利米的祖先说，亚比亚他祭司来说，你回去你的家乡亚拿图去吧，因为你是该死的，但我现在不处死你，因为你在我父亲大卫的时候抬过上主的约柜，也曾跟我父亲共患难，我放你一条生路。但是放一条生路并不是给他当祭司的职分。所以我们知道在他的家庭背景里，其实耶利米他真的是有一个需要去面对的，就是他的前几代的这个前辈甚至是他的祖先，已经帮他订立下不好的基础。亲爱的弟兄姐妹，请问你是那个人生胜利组吗？你是含着金汤匙，还是你是含着那个塑胶汤匙一咬就破的呢？耶利米本来他生来就可以当祭司，但是他的祖先才前几代而已，就被下放到这个地方，不能再当祭司。好，我们来看到这个经文一开始的，他们就是在这个地方。我们有看到他们离耶路撒冷其实很近的，但是他有这样的家庭的背景，是使他早就被黑掉了。第二个，当时候的社会的背景是怎么样呢？看起来好像这个王很好的王，约西亚这个8岁他登基，好不容易南国有，他的阿公他的爸爸都烂到不知道哪里去了，因为他们都是行耶和华看为恶的事情。那个亚门，他接着亚门做犹大王的时候，没想到他竟然在圣殿里面在清那些的时候，他发现一篇法律书，他看到那个法律书以后，他就跪下来，他就撕裂衣服说，我们得罪了神，原来神有这样子这个的跟我们的立约。于是他就开始了一场宗教的改革，他向上帝来立约，要听从他的话，一心一意要遵守他的法律诫命。哇，约西亚看起来是一个好王，历史上也确实是这样讲。但是呢，耶利米就在他当王之后，神呼召他们两个几乎是同时长大的。可是在约西亚一边宗教改革，但是人民根本跟不上，他们就是在圣殿怎样，在圣殿里敬虔的敬拜，在圣殿甚至禁食祷告，呼喊主啊救我们，赦免我们，甚至他们是为自己的罪来悔罪，但是只有悔罪在他们的嘴巴。从圣殿出去以后，他们就贪图自己的利益，流无辜人的血，以暴力来压制人民。
我们有没有感觉听起来很耳熟呢？曾几何时，音乐牧师也是参加敬拜的时候，在教会，我多么的被神激励，甚至是圣灵的感动。但是我出了那个教会的门，回到我的家，马上破功，看见3个小孩，马上破口大骂。亲爱的弟兄姐妹，在当时候，宗教改革只有改革面、圣殿而已。出去以后所做的都跟你敬拜的不一样。所以或许我们的敬拜的人生不是只有在这里。今天我们透过线上在家里礼拜是最好的。当我们在家里礼拜的时候，我们说主啊，我愿意爱你，我愿意爱人，旁边的家人都有听见哦。我也再一次在自己的客厅里面，音乐牧师在讲的时候，我也回应神，那么好的事情就要开始。但很可惜，耶利米那个时代仍然在那黑化当中，而国际呢？哇，国际更是这个诡谲多变啊！如果你可以看得清楚这个图，我们可以看到蓝色的地方是耶利米，他被呼召的时候是约西亚王第13年的时候。大家知道吗？这个我们刚刚讲的，他的祖先被这个所罗门给下放之后，所罗门做王真的有兴盛的时候，可是他死了之后，整个以色列竟然分南国跟北国，而北国呢，早就被亚述给灭了。耶利米这个时候是早就被这个亚述给灭掉了哦，现在只剩下犹大国南国，也就是耶利米所在的这个地方哦。可是我们知道吗？今天的经文之后的隔1年，就是第14年，竟然国际上那个时候的国际上，把北国灭掉的亚述，从那时候开始渐渐走弱。怎么感觉跟我们现在国际有一点像啊？本来什么大国，现在大家都想要不要它那么大，在中间那一个，自己说它是国家中间那一个。那时候的国际情况也是这样，而在隔1年的时候，国际上的另外一个巴比伦就在那个时候独立。就在耶利米也被呼召的那个隔1年独立起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吗？如果我们看到耶稣亚这个图，蓝色到最后，其实以色列整个犹大国被灭，就是被巴比伦这个国家给灭了。所以这个局势是这么的这个诡谲多变啊。然后这个耶利米竟然他要担起这样子的责任，说什么？说巴比伦要来攻下耶路撒冷啊，我们全部要被毁，大家就乖乖的听话。刚刚那个图有讲就被抓走吧，乖乖的听话，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因为我们的主过几十年、70年之后会让我们再回来。我们发现圣经竟然一一都应验了，但那个时候的人，耶利米所呼喊的这个消息听不下去。什么？你是走狗是不是？你竟然可以敌国，帮敌国说话？你是唱衰我们台湾啊？不是，你是唱衰这个犹大国啊？你看他怎么会有好日子过？不可能有好日子过。可是我们从经文、从历史知道，果然应验了。后来的这一个这个不管是约雅敬或西底家，这个台语够看传神啦。西底家台语有多少？西底家就死在这里，真的就最后一个王就西底家，而且他们死得很惨甚至挖了眼睛，真的很惨，被抓到巴比伦。但以理也是在第一批被抓去的但是耶利米知道，在这黑暗当中。这个黑暗就要来，还要好几年以后哦。他早就讲出这个坏消息，这个黑暗将到，但是他也指使着说，黑暗过去几十年以后，我们会归回，甚至指向那个几百年后，我们会有一个弥赛亚，在黑暗当中
透出亮光，而这个是主早就知道，主早就呼召，因为这个是在主的预定里面。我们经文一看，一开始就说，这个上主对耶利米说，在我赐生命给你以前，我已经选召你，你还没出生时，我就指定你做万国的先知。那耶利米他回答怎样？至高的上主啊，我太年轻，我没有口才呀。这句话哈，我们都是跟他学的，你知道吗？可能不是跟他，跟摩西也这样讲哈。每次啊，我们这个到了年底的时候，这个牧者啊，或者是我们的牧区在邀请同工的时候，我们好像常常用这句话：哎呀，我太年轻了啦，我不行啦，我这个那个啦。耶利米也是这样，但是神说，我早就选召你了，而且不是只有你胆怯。胆怯的人很多，而且呢，这些人呢，真的是后来被神用但是我们可以知道，神用你怎么用呢？也要你愿意来配合，因为神给人都有自由意志。我们如果记得耶利米有做了一个。之后我们会讲，我们看在家灰鼠或迦南之声，我们会看到他用一个比喻，就是一个陶匠，有没有？我们常常讲说那个陶匠塑造那个陶子。亲爱的弟兄姐妹，请问你是什么器皿？音乐牧师是花瓶吗？这个也不错呢，花瓶就代表很美丽嘛，哈。但是问题就在于说，主是陶匠，他要拉胚你的时候，你愿意吗？你如果愿意，你才会变成漂亮的花瓶。那如果你不愿意呢？主也尊重你哦，虽然主早就选定你哦，但你可能就不愿意，你可能就不是美丽的花瓶，你可能就是一个养宠物的食物的那个瓶，那个盆子，也有可能，或者是你是装那个罪恶、神愤怒的这个器皿。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如果呼召我们，我们怎么回应？神是给我们自由的，我们怎么做？在这个图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参生是很惨的，是吗？当然，在我们的前辈里面，他们经历了很多。摩西一样，我们都知道，他们都经历了人生很多黑暗期，甚至旷野，但他们却最后被神所用。这个是一个旅程。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呼召你跟我是一个旅程。神保证这个旅程，他一路跟你跟到底，你不用怕我们的主会落跑，比较怕的是你自己放弃跟你自己落跑啦。如果我们愿意回应神，神既然是陶匠，我们是器皿，我们愿意被神这个拉胚，神就是只要你敢，神有办法。只要你愿意，神有办法。你不用考虑你有没有口才，因为创造人口的是谁呀？当然是这位创造主啊。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只叫你所当说的话。是当说什么话，我们不知道，但是神要透过我们愿不愿意让神来成就？因为神是创造的上帝，在他没有不可能成就的事情。虽然在黑夜里你怎么死都不知道，但神与你同在，他会保护你。真的，你会死了再活起来，因为这位是复活的主。所以经文继续在讲，但是上主对我说，你不要自以为年轻，你尽管怎样到我差派你去的人当中，向他们宣布我命令你说的一切的话。当然我们已经知道这一切话都是坏消息嘛，都是黑夜将来啊。是主说，你不要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我要保护你。我上主这样宣布了。继续他怎么说呢？于是上主就伸出手来摸耶利米的嘴唇，然后对耶利米说什么？这句话很重要，所以音乐牧师把它框起来，而且用红色的。你看，我把你该说的话放在你口中。亲爱的弟兄姐妹，
好好看这几句话。神也把该说的话放在你的口中，只要你愿意去说，放胆去说。我们可以从哪里可以知道呢？你有没有觉得这句话很眼熟？对，这句话在申命记18章18节，摩西的时候也是这样说。怎样？同样一句话，摩西也讲说：“哎呀，我是拙口笨舌的。”上主说同样一句话：“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所以异曲同工精妙，意思就是说，摩西要带领这些在埃及被掳的，要得自由。他们要出埃及，在旷野中，甚至进入那迦南美地。而今天耶利米也同样的经历这个，主要他传话说，他们虽然要被抓到巴比伦，他们要变成囚犯，甚至于在70年之后，他们要再回到他们耶路撒冷。可是他们的盼望不是这样而已，是遥指着弥赛亚耶稣就要成为黑暗中的光。上帝要摸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只有摸耶利米，只要你愿意，你哪里有缺乏，主要摸你，即便是在那黑暗中。黑暗中或许我们觉得害怕，黑暗中我们不确定，黑暗中我们甚至看不到我们自己，而黑暗中我们能够看见，唯有相信。我们相信什么呢？我们相信以马内利与我们同在的主吗？主已经行动，而且他授权给我们，授权给我们要跟他一起。就像耶利米说的，整个耶利米书其实就是这个重点而已。第一章第10节就是整个耶利米书的重点。什么呢？你要向万国万民做根除、拆毁、迫害、推翻，然后重建种子的工作。也就是主看不下去，主要给我们的不是那个修修补补的，主要给我们的是那个重新可以再来的。所以我们这旧有的，我们一定是进入那黑暗期，是先被根除，先被拆除，被破坏，被推翻，要重建跟要根子。所以我们是一群被呼召的，就像潘霍华说的，当我们被神呼召，其实就是呼召一个人为福音而死。我们怎么死呢？其实怎么死是不重要的，我们死了还会不会活起来，那才是重要的。音乐牧师要说，圣经告诉我们，神告诉我们，我们要跟神一起同死，我们要跟主一起同复活。即便黑夜多么的长，即便大家都说的跟你不一样，没有人支持你，但是我们的主支持你，他要成为那唯一的光。如果今天是生命的最后一天，我会选择什么？选择持续做过去一直在做的事吗？还是我会加倍的做，加倍付出跟饶恕呢？我会选择什么呢？对，我一定以最后一天的心态，我来加倍饶恕跟付出，然后我们就放手去做吧，反正死就死吧，因为我们有盼望，因为我们要跟主一起来复活的。但如果明天又来了呢？今天不是最后一天，那就再一次去爱吧，就再一次去爱的死去活来吧，为主而活。我们来看看在黑暗中的这一些微光，我们一起来看，他们是非常非常小的小人物，但却是在疫情当中最黑夜当中，他们是一群重要的黑暗微光。
侯教授是逢甲大学的教授，他主动出来组这个车队，他是爱主的弟兄。在疫情间，耶稣在每个角落，不是只有在教会。坐在最小人的身上，就是坐在耶稣的身上。他们用他们的职业，他们是司机，但是他们却是接触最多确诊者，要送他们进进出出。他们参与这个事工，以致他们不能回家，因为他们怕把疫情、把这些病毒带回家。就我知道，这个女孩子其实她是小儿麻痹很严重，但是她行李很重，她没有办法，他们又不能出手去帮她，但是神很奇妙，就在她祷告当中差遣另外一个人去帮助她。他们常常下午3点到凌晨4、5点才回家，才能回到休息地方。他们不能喝东西，不能上厕所，连水都不能喝。如果没有他们，我们的防疫又会有破口。他们只有一个心志，就是在暗夜中要成为那光亮。神与这些谦卑的人同行，神也要与你我来同行。亲爱的弟兄姐妹，是我们人的付出根本不可能比上帝更多的，即便是我献上整个人，但是神总是有办法让我的收获比我付出的更多。这是很多人见证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好不好？我们就是在这个黑夜当中，我们就放胆，即便我们自己都是在那个黑夜当中，即便我们可能在8年前父亲家里的支柱已经突然倒下来，不知道为什么家里只有3个人，倒下1个生2个。主啊，为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事情？只有一个国中生在那暗夜里找不到父亲，找不到他青少年最需要的支柱，但是神没有离开他，一步一步的来带领他，以致8年之后，当他当了夏令营的营长，到了第3天，夏令营的一个孩子，2个姐妹，他的父亲在星期2参加2天夏令营之后，晚餐以后就突然倒病，不再起来。而这个营长8年前自己经历父亲突然倒下去，也是只剩下母亲跟他能做什么呢？原来早就有主的恩典，早就主就预备。我们来看来听他怎么说。他打电话给这个受苦这对姐妹的妈妈。妈妈说她就是当下他们那天爸爸还为了那个就是怪兽可爱提早出门去帮他们印这个东西，然后就后来好像就出状况这样，我也没有细问，只是他就说因为他们小孩很想上课这样，结果他们后来没有说，因为他们以为我们会寄影片给他们，就后来没有收到，他们就好像妹妹就很失望这样。还好应轩他们这边也有去处理了这样子，
然后我有跟妈妈说，就是有问题都可以跟牧师聊聊这样。她说她会跟素琴老师说，然后可能再联络牧师这样，那就麻烦牧师就是照顾也不是照顾，就是如果妈妈有问题这样会再跟那个静巧他们妈妈联络这样，这个再麻烦牧师了。然后我有带静巧妈妈祷告，然后也有跟她说，就是星期日早上的礼拜跟那个我们阿卡贝的那个本专的那个10点的那个活动内容这样子。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所经历的，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神要用我们，因为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之八九，在那黑暗里总是会闪着光，而这闪着光是耶稣十字架的光，即便它不亮，但它却能照亮我们的心房，能照亮我们前面要走的道路。即便没办法照亮，主也亲手来扶持，他要重建我们，他要来栽植我们，我们愿意吗？如果我们现在人生正在黑暗期，那么音乐牧师要恭喜你，因为我们的主在黑暗当中在拆毁，在建造你，要来栽植你。只要我们愿意选择信赖上帝对我们的带领。我们现在日子过得如何呢？不管是怎样的日子，我们好不好？我们好好来过。因为在不明白的时候，我们只要选择相信上帝仍然爱我，哪怕那长夜没有尽头，但是主他要陪我们度过，好好的过每一天，好好的来跟主哦。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请我们起立。的时候，我选择相信上帝依然爱我，哪怕是长夜没有尽头，他会陪我度过。当我不知所措，我还是相信上帝依然爱我，他的爱是我坚强的理由，给我勇气面对明天。每一步勇敢的走，每一步勇敢地走，每一天好好地过，因为上帝爱我，他会陪着我走，在冰冷的夜空，还有星星告诉我，他就在这里看顾着我。每一天勇敢地走，每一天好好地过，因为上帝爱我，他会陪着我走，在冰冷的夜空，还有星星告诉我，他就在这里看顾着我。就在这里看顾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在暗夜里，主啊，在我们无助时，主啊，在我们不知所措的时候，在我们不明白的时候，主啊，在我们孤单，主啊，在我们走不下去的时候，主啊，谢谢你，谢谢你，要我们好好的过日子。我们只要尽我们的本能，尽我们的每天规律的生活，主啊，你就要来接手。
主你就为我们来想办法，主你就为我们来开路，因为你是为我们开路的主。主啊，谢谢你应许我们的生命因着你的救恩，主啊，使我们可以得着这个永生的盼望。愿主耶稣基督拯救之恩临到凡是有耳听见愿意跟随愿意相信的人。主要成为我们的父必要供应我们一切所需，他永远不改变的爱要使我们身心灵得着医治，使我们跟神和好，使我们跟人和好，跟自己和好，使我们成为支持，让我们在黑夜中就有一点光来引领我们前面的路。亲爱的圣灵，谢谢你成为保惠师，随时帮助我们，提醒我们，你随时来鼓励我们，你随时来抱起我们，使我们能够一步一步好好的过日子。从今时有主你的平安与喜乐，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就一起来，我们一起好好来，蛮有能力来活我们的每一天哦。预备哦，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哦。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有主在我里面活着。来哦，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是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哈利路亚！感谢主，愿我们满有能力，因为主与我们同在。大家平安。